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09%，深成指跌0.61%，创业板指数跌1.13%，北证50指数跌1.23%，两市成交额不到1.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将近1000亿，也就是这个缩量震荡，这个沪指都是微跌，整个市场3200只个股是下跌的，只有不到2000只个股是上涨，也就是跌多涨少。新浪财经报道，2025年全球银行1000强出炉，工建农中蝉联全球银行1000强前4强，全球排名前1000名的这个银行前4名全是咱们中国的银行，也就是工行、建行、农行、中国银行。就问你服不服？2024年中资银行在排名前10的银行中已占据超一半席位，除国有4大行外，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分别是1514.96亿美元、1481.45亿美元，一级资本排在榜单第9、第10位。那么从2025年榜单来看，6家中资银行继续稳居前10，前10里面6家是中资银行，1、2、3、4都是中资银行，凸显中国银行业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其中招商银行一级资本同比增长11.3%，为前30强银行中增长幅度最高者。根据2025年的榜单，中美欧3大地区共占据银行家世界银行1000强前50名中的41席，全球前10大银行排名依次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富国银行。所以咱们一直说工行是宇宙行，咱们口号就是存工行。知道为什么要存工行吗？至少在国内这么多银行里面，它工行是排第一，不仅在国内排第一，全球它也排第一。存工行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全球银行排名是根据它的资本来排的，这个跟二级市场投资这是两个概念。媒体报道说 A 股 IPO 大爆发，半年受理177家。A 股 IPO 市场热潮在6月30日这天达到顶点，当天包括郑州新世纪、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汇科股份在内41家公司赶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其 A 股 IPO 申请或受理。大和财联方记者统计，2025年上半年沪深北交易所新增受理177家企业 IPO 申请，其中仅6月份就达到了150家，明显的6月份开始加速。6月份 IPO 的这个加速数量远超2024年全年。这个大和财联方对今年上半年各上市板块新增多少家 IPO 报汇企业、IPO 或受理企业成色如何、经营情况、募资金额、注册地、行业分布有什么特征做了详细的报道，这个咱就不介绍了。我告诉大家，进入6月份以后 IPO 的速度明显提速，同时6月份是不是从3300点震荡然后到3400点，难道这么巧合吗？实际上把胡适用银行股来拉动指数，把它维护在稳定在3400点、3300点往上，不允许它下跌，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给 IPO 开闸泄洪。因为一级市场现在已经扛不住了，大量的资金淤积在一级市场堰塞湖，必须到二级市场让这些金融消费者来帮忙解套。那么 IPO 成功的关键就是大盘要稳在，以前是稳在3000点以上，那现在咱们不是这个要求高了吗？不要老跟3000点较劲，咱们有3000点恐惧症，所以它给你稳定在3300点。别小看这300点，就是用银行股来做到的。稳定在这儿，目的不是让金融消费者在这儿拿 A 股、拿资本市场当个赌具来实现财富自由，它的目的还是为了为一级市场服务，也就是解决企业的融资难，为企业的融资服务。所以你要是抱着发家致富、什么财务自由这种目的来忽视，那你就错了，想多了。
有很多人喜欢投资黄金，不管是什么原因投资黄金，但是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他的理由是叫什么乱世藏黄金，乱世藏黄金。他买一些黄金，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应对未来这个风险、不确定性的这个大乱，你这个货币崩盘、快速贬值，像津巴布韦币一样。他从这个角度考虑，他认为持有黄金能解决这些事情。我在节目里面反复强调，如果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应该润出去，这是个伪命题。你只要在这个墙内，你说你持有黄金就能规避这些风险，这个是显得有点天真。你看为什么？新闻来了，21世纪经济报报道说，8月1日起，现金买黄金超过10万元需上报。下月起，现金买黄金超过10万元需要上报。不光是黄金，钻石也一样。从业机构开展人民币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或者等值外币现金交易的，应当根据本办法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客户单笔或日累计金额人民币10万元以上或者等值外币现金交易的，从业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在交易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贵金属交易存在交易金额大、现金交易比例高等特点，国际社会普遍将其视为洗钱和恐怖融资高风险领域。上述办法自2025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旨在通过建立系统化监管框架，防范贵金属与宝石交易领域洗钱及恐怖融资风险。也不管它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总之超过10万元买黄金，这个就要报备了。买黄金超过一定的数额要报备，那他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规定卖黄金超过多少元也得报备，或者一次只能卖多少？再下一步，你卖黄金你只能以什么价格卖给指定的交易对象，也就是你只能把黄金送到银行去卖给银行指定的价格，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下一步就宣布你所有私下的黄金交易都是非法的，对吧？你就理解了过去那些地主老财为什么把那个金子银子放在一个罐子里面埋到地下。现货黄金又跌了，现货黄金再跌破3330美元，最新报价3329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0.27%。黄金期货主力最新报3339.10美元每盎司，日内跌 0.32%。最近证监会为了图一个新气象，为了讨一个好彩头，证监会换了新的 logo， 一个图标的改变引发亿万股民的期盼。老的这个 logo 是2012年5月份使用的，3个红色三角形相互嵌套，本来是寓意着3个公开、公正、公平，但是被这些金融消费者怎么看怎么像3个连环套，一个套接着一个套。6月30号出现的这个新的 logo 给人感觉这个封闭的三角变成了开放式的，好像就不是连环套了。关于这个新的 logo， 我们可以看一看刘继鹏教授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一个图标的改变蕴藏着亿万股民的期盼。6月30号，中国证监会悄然更换了自2012年以来就长期使用的机构标识，新图标以简洁开放的姿态亮相。投资人说，新图标亮相意味着股民的解套让股民充满爱恨情仇的老标识被股民们称为连环套。2012年5月，证监会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首次公开了3公标识的 logo，3个红色三角形相互嵌套，构成了一个公字形的图案，寓意着公开、公正、公平的监管原则。每个三角形分别代表的是监管者、上市公司与投资人，三者平衡构成了健康市场。但由于中国股市的长期低迷，投资人看了这个老标识，觉得这是一个封闭的循环。这3个三角形是代表的监管者、交易所、券商和基金，这恰恰是一套监管体系的依托对象
在融资式背景下的自成一体。三个三角形环环相套，被股民称为连环套的，伴随着 A 股市场走过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中国股市上演的一轮又一轮的套牢行情。6月30号悄然出现在证监会官网的新标识，则颠覆了原有的设计，开放式结构取代了封闭的三角环。三个三角形分别都打开了它的出口，整体造型犹如展翅的飞鸟，又似解开的绳结，这就让股民们产生了股市的积极的期盼。新标识突破了封闭结构，传递出打破枷锁、释放活力的信号，与当前资本市场改革方向高度契合。所蕴含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三个右字被打开一条缺口之后，又像三个 V 字代表的胜利情节，预示着从此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股民们将视为解套的信号，调侃连环套终于要解开了，表达了对市场在经历了10几年低迷之后回暖的期待。6月30号当天 ，A 股三大指数收盘飘红，超过4000多只股票上涨。1月1号再是红盘，大盘已经站在了3458点上，终于在3400点以上站住了。证监会发布2025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到，要着力解决长期存在的套牢难题，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新标识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曾几何时，财务造假、欺诈发行乱象频频发生，监管处罚力度软弱，投资者索赔极度困难，股民长期被套牢的困境历历在目。新标识的推出预示着监管重心将从融资端转向投资端，真正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将从此拉开序幕。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完成一场艰难的蜕变，从融资套现到投资共赢，从政策套利到价值创造，从连环套牢到全民共享。中国的资本金融时代仰望新标识，投资人眼中无不充满希望的光芒。多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希望解套的曙光，哪怕这仅仅是一种信念。今天的中国股市缺的不正是这种信念吗？当股市跃上4000点时，兴许会有投资人重提今天新标识曙光，寻找着新 logo 的设计者，真诚的希望投资人能为其发放曙光希望奖。多年等待终于从视觉上迎来了打破困局的第一块敲门砖，更承载了亿万股民对优化股市生态的期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仍需依赖实质性的制度完善与监管执行力。从新标识的推出到积极行动起来，市场将会密切关注后续政策配套与改革的成效。新标识以开放解套接二连三的胜利传递着积极信号，或许这一次真的不一样。实际上，一个 logo 的转变变化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从来没听说过换个旗子这股市就能好，换个标志就能好。伊朗动不动就伸他的那个黑色旗子是吧？有什么用？还得被人按在地上摩擦呀。看他说什么，看他伸什么旗子都没有用，主要是看他做什么。这是我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2天最热的就是特朗普和马斯克又翻脸了。我看胡锡进老师也对这个进行了评论，所以我们一把来把这个说一说。首先，关于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没有人比我更懂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我是借用特朗普的话说的，对吧？特朗普也应该说，他应该对媒体说，没有人比我更懂马斯克。那对于我来说，没有人比我更懂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的关系。2024年11月6号，应该是那一天吧，特朗普宣布自己获选，当天晚上在海湖庄园举行盛大的宴会。特朗普他们全家照全家福的时候，马斯克让他儿子骑大马，也跟这个特朗普家族一起合影。实际上那个就是他们关系的到达顶峰，也就是在那一天是吧？咱们在节目就说过了，特朗普和马斯克要不了多长时间一定会决裂，要翻脸。
这理由很简单，咱们都说过很多回了。1个月前，马斯克和特朗普正式翻脸，但是我认为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他们的关系就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也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两个人互相纠缠。什么时候结束？我认为大概到特朗普这个任期结束，马斯克和特朗普那是真正的决裂。现在都属于那种叫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吵个几天，到时候道个歉，两人又好了，过几天又吵，又道歉，又和好。这回感觉这个特朗普是怒了，特朗普甚至扬言啊要把马斯克驱逐出境，赶回南非去，是因为马斯克一再反对这个大漂亮法案。完了，马斯克关键是他要成立一个叫美国党，也就是在美国成立一个新的党派，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胡信老师说，他说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的矛盾因大而美法案再次引爆，两人过去虽然也曾多次发生口角和碰撞，但这一次更像是真正的决裂。人们的印象强烈，说马斯克忍够了，他拔出了剑，准备战斗。一边是美国最富有的商人，也是世界首富，另一边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统。这是一场注定的政治自杀，还是难以预测结局的鱼死网破？鱼也死不了，网也破不了。这只不过是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独特的这种相爱相杀。这个马斯克他说，如果大漂亮法案获得通过，美国党将于第2天成立。这马斯克还说，如果这是我在这世上做的最后一件事，也就是让投票支持法案的共和党人明年的中期选举上面落败，也就是马斯克他认为这是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要击败共和党，就这个意思。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朗普的做法，特朗普是高级黑。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说艾隆获得的补贴可能远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补贴，艾隆可能不得不关门，回到南非老家，不再有火箭发射、卫星或电动汽车生产。这个特朗普还黑了一把电动汽车，他说没有人需要电动汽车，说电动汽车容易爆炸。关键的关键，说特朗普他暗示有可能让政府效率部调查对马斯克的补贴。你说这不就是请君入瓮吗？马斯克和特朗普的蜜月期，马斯克掌控这个效率部，在美国是不是大开杀戒啊？成为一字并肩王，想查谁就查谁，让美国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啊！这回特朗普居然让效率部去查政府给马斯克公司的补贴，情何以堪呢？这个马斯克亲手打造的效率部，居然用来对付自己。胡锡进老师说，他说马斯克有着独特的美国梦情节，他因此对民主党搞的那一套稀奇古怪的社会改革失望透顶，如今又被特朗普逼入绝境。他曾希望与共和党合作，塑造一个理想的未来，在地球上推广新能源，在火星上开辟新世界。但这一次，他显然觉得自己梦被彻底踩碎了。如果说第一次因大而美法案，马斯克公开对特朗普说重话有冲动的成分，马斯克之后后悔和畏惧，最终选择退让，那么这一次马斯克更加猛烈地对着干。在政治逻辑上说，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上一次特朗普威胁马斯克，如果后者转而资助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现在马斯克明确说了，如果特朗普力推的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投票的共和党人明年中期选举初选就会败落，而且还要成立新党。这些无异于他的政治宣言，是在打特朗普的脸，捅他的肺管子。最后胡锡进老师说，马斯克如特朗普的决裂的背后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幻灭。特朗普太现实了，太迷恋权力了，而马斯克更像是为理想而活着。他有数家公司，是全球首富，世俗的东西对他都失去了吸引力，他珍视的唯有理想，而他的理想正在碎掉。他说，马斯克对民主党、对共和党、对政治现实，也对自己曾经坚定不移的理想已经彻底失望。这一次马斯克做出的姿态不再是试图修复关系，而是要重构秩序，不再选择保留意见，而是公开宣战。因此这不再是普通的政治争吵，而是一次理想坍塌后的爆裂反弹。美国党的威胁也许只是马斯克一记怒吼，
也可能成为马斯克重启政治角色的起点。他可能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替代路径，但他想让所有人知道，他不会再沉默。胡静老师这个显然对马斯克进行了一下拔高，给马斯克涂脂抹粉，把马斯克贴上一些标签，打扮了一下，准备要把马斯克包装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反抗特朗普还有民主党的这么一个旗手，还是拔得太高。什么理想破灭，什么对民主党、共和党政治现实破灭，这个显然是小看了马斯克。从马斯克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态度的转变就知道了，马斯克服软实际上就是为了钱。马斯克的产业，他的布局都在美国。你看，稍微有风吹草动，这个特斯拉股价就下跌，就暴跌20%，跌没了。哪天马斯克跟特朗普关系一缓和，这特斯拉股价就上来了。特斯拉的股价一下跌，他在特斯拉就承压。在特斯拉，它不是绝对的控股地位，它也受制于董事会，受制于其他的股东。如果联合起来要让马斯克走人，那马斯克还真的走人。而这一次大漂亮法案，受损失最大的就是特斯拉。所以这一次马斯克坚决的反对大漂亮法案，甚至扬言对那些投票赞成的共和党要进行定点报复，都是为了阻止大漂亮法案，都是为了他的特斯拉，为了新能源汽车。马斯克和特朗普现在看上去水火不容，因为这个大漂亮法案一出，那就相当于断了这个马斯克的财路。但是不排除他们还有可能通过其他的手段进行媾和啊。只要特朗普还在当总统，只要马斯克他还在搞他的新能源汽车，他还在美国资本市场，那么马斯克和特朗普他们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决裂。但是气急败坏之下互相骂几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会反复上演这个戏码。什么时候真正的决裂呢？我说了，就是特朗普下台。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